各位大家好，好多謝亞洲創意教育協會呢一次能夠榮獲金蘋果傑出創意藝術家獎，實屬係我個人嘅榮幸。其實藝術嘅本質咧係在於將個人嘅創建咧去展現嘅，無論喺乜嘢嘅處境裏邊咧，藝術本身咧自有光芒嘅。生命咧種種係會出現有得時同埋不得時嘅時候。但係咧，藝術能夠彰顯嘅仍然係佢自身嘅話語權，喺我哋所謂永恆孤獨嘅意義上邊咧，作為一種療愈自我同埋療愈世界嘅一種表述方式。而我自己個人專屬嘅係文字嘅書寫，喺文字嘅寫實同埋魔幻當中咧，又或者喺混淆不清嘅現實同埋虛構之間，塑造唔同嘅文字，其實目的咧都係希望呈現唯美，用文字咧去重構生命嘅本質，亦都作為藝術永恆嘅本體。期望咧藉住文字可以持續地同讀者對話嘅。我過去嘅日子裏邊，主要書寫嘅係散文啦、小説啦，亦都會涉及青少年嘅小説嘅。寫散文咧，主要係想將自己嘅個體呈現最真實嘅一面彰顯，從而喺當中咧可以讓讀者咧去重新理解我自己，又或者係我所面對嘅生活各種嘅光景。而藉住小説，雖然係虛構，但係虛構當中亦都有真實，以虛構同埋真實嘅一種所謂嘅永恆嘅結連，從而去呈現咧我哋喺小説裏邊比現實更真實嘅世界。固然青少年小説嘅書寫就係為咗年輕人，希望年輕人咧藉住啲青少年小説咧可以多一啲啟發，除咗去感受文字嘅美，亦都好希望年輕人咧喺當中咧可以得着一啲價值同埋意義嘅。最後咧，我要再次多謝亞洲創意教育協會，讓我可以繼續鼓勵我啦，喺文字嘅道路上邊咧繼續去走，從而咧最終除咗去繼續展現文字嘅美咧，亦都繼續用唔同嘅文學表現形式重構我哋嘅世界同埋生命嘅種種意義嘅。多謝。